你看日本焊工是怎么把3根放管焊接在一起的。如果你这样直接焊接的话，它根本不正确，这样不美观也不牢固。你看他在这里画一条斜线，这里再画竖线，这个放管两边都画上竖线，然后呢把这个焊点给它切开，把它拿掉。这个时候呢接着画线，看了吗？在这里接着画线，然后呢把这里再画一道竖线，把这个画对号的呢给留着，画叉号的全部去掉，只留下这一点点三角。你看了吗？切掉3/4，留下1/3。这样切掉以后怎么接呢？你接着往下看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你看，就把这个三角给留下了。这2根放管切法是一样的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焊接了。你看，把这里焊接上，这里也焊接上，它们就完美的拼接在一起了。这样把所有的缝隙用电焊给它焊满了，你说它怎么会不美观、不牢固呢？